早晨各位，我係 Laura， 今日係2026年1月29號星期四。Laura 聽 Media 為你帶嚟今日快訊。英國盼與中國建立成熟政治關係，川普警告若馬里基復任，美國將停止援助伊拉克。美國法官批准中國公民關行庇護申請。FBI 執行庫爾頓郡選舉辦公室搜查令。川普公布普雷蒂與聯邦探員衝突畫面。霍曼談。ICE 撤離明尼蘇達，川普開內閣會。以上及更多內容即將為你報導。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晤後表示，英國希望同中國建立一種成熟而精緻嘅關係，並喺穩定務實嘅基礎上進一步推動雙邊關係發展。雙方喺會談中呼籲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以改善英中兩國喺外交、經貿及全球事務上嘅互動，並為未來合作奠定基礎。史塔默喺為期80分鐘嘅會談開始時指出，當前全球局勢充滿唔確定性，世界正同時面臨氣候變遷、地緣政治緊張同經濟壓力等多重挑戰。喺淡嘅背景下，英中雙方喺氣候議題、國際穩定以及全球合作方面加強溝通同協調，具有重要意義。習近平表示，過去幾年英中關係曾經出現波折同挑戰，但雙方仍然具備合作潛力，應該透過對話增進理解並持續深化合作，為世界和平同穩定作出貢獻。英國首相辦公室表示，英方希望同中國建立一種一致、長期且具戰略性嘅伙伴關係，喺維護各自核心利益嘅同時，推動務實合作，為兩國人民帶來實際成果。史塔默亦指出，目前英中關係處於良好而穩固嘅狀態，並強調溝通對於穩定雙邊關係嘅重要性。近年英中關係一度面臨壓力，相關因素包括香港議題以及涉及國家安全同間諜活動嘅指控。儘管如此，英國政府仍然喺日前批准喺倫敦市中心興建一座規模擴大嘅中國大使館。該計劃之前曾經引發社會討論，但亦被視為維持外交溝通嘅一項重要安排。喺呢次訪問期間，史塔默同習近平預計會簽署多項合作協議，涵蓋經貿、安全及執法合作等領域。不過，係咪會正式宣布英國駐北京大使館嘅重建計劃，目前仍未對外説明。史塔默表示，佢喺會談中亦向中方提出人權相關議題，雙方進行咗坦率且相互尊重嘅交流，並同意持續保持對話。此外，美國總統川普近日表示，計劃於4月訪問中國，並預期習近平將於今年年底訪問美國。外界關注大國之間嘅外交互動將會對國際局勢同全球穩定產生進一步影響。史塔默呢個行程亦係自2018年以來首位訪問中國嘅英國首相，被視為英中關係喺近年波動後重新調整方向嘅重要一步。喺會談後嘅説明中，史塔默表示，雙方喺經貿議題上取得實質進展，包括討論降低中國對蘇格蘭威士忌嘅關稅，以及推動英國民眾前往中國時可免簽證入境，藉此促進雙邊人員往來同商業交流。此外，雙方亦預計簽署一項合作協議，針對非法移民走私問題加強行動。呢個協議將會打擊用於偷渡活動嘅船用引擎供應鏈。英國政府指出，相關引擎多數係中國製造，未來雙方將會透過執法合作，防止人口販運集團取得設備，並減少非法移民穿越英吉利海峽嘅情況。整體而言，史塔默此行被外界視為英國喺安全關切同務實合作之間持續尋求平衡嘅重要外交行動。美國總統川普警告伊拉克唔好俾前總理馬利基重返權力，並表示如果呢件事發生，美國將會停止對伊拉克嘅援助。1月27日，川普透過社群平台發文表示，上次馬利基執政期間，伊拉克陷入貧困同全面混亂。若果佢再次當選，美國將唔再提供協助。川普指出，冇美國支持嘅情況下，伊拉克將難以實現成功、繁榮同自由。呼籲伊拉克謹慎作出政治選擇。馬利基曾經喺2006年至2014年間擔任伊拉克總理。喺佢任內，伊拉克發生嚴重嘅教派衝突，遜尼派同庫德族少數族群之間嘅權力鬥爭加劇，國內安全同社會穩定面臨挑戰，同時同美國嘅關係亦出現緊張。2014年，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迅速擴張並佔領大片領土，迫使馬利基下台。即使係咁，馬利基並冇退出政壇。此後，佢曾經2度擔任副總統，持續領導法治國家聯盟，並同伊拉克境內部分勢力保持聯繫，尤其係同伊朗支持嘅勢力有密切往來。自2007年起，佢亦一直擔任什葉派伊斯蘭達雅黨嘅領導人，喺政壇中保持重要影響力。川普發表警告時，伊拉克主要什葉派聯盟協調框架已經喺去年11月選舉後提名馬利基為總理候選人。該聯盟目前喺國會中佔有多數席次，令馬利基回歸執政嘅可能性引起國內外高度關注。對此，馬利基於1月28日回應表示，佢斷言拒絕美國公然干涉伊拉克內政，認為呢種行為侵犯主權，亦違反自2003年以來嘅民主秩序。佢強調，國際互動應該以對話為主，而唔係以命令同威脅解決分歧。佢表示會繼續以符合伊拉克人民最高利益嘅方式推動政治工作。外界普遍認為馬利基嘅回歸將會對伊拉克政局帶嚟重大影響，亦可能影響美國喺中東嘅政策方向。1月25日，美國國務盧比歐警告伊拉克現任總理蘇達尼，表示伊朗對伊拉克嘅影響令人關注。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盧比歐強調，若伊拉克政府受伊朗控制，將難以優先考量本國利益，亦可能捲入地區衝突，同時影響美國同伊拉克之間嘅合作關係。蘇達尼所在陣營喺去年11月選舉中贏得最多席次，但佢喺本月稍早宣布退選，為馬利基鋪路。協調框架已經正式提名馬利基做總理候選人。儘管政治局勢緊張，美國同伊拉克仍然保持安全合作。近期，美軍協助將約7000名疑似伊斯蘭國成員由敘利亞監獄轉移到伊拉克。美國中央司令部表示，首批行動已經成功將150名被拘留嘅伊斯蘭國戰士由敘利亞哈塞克轉移到伊拉克安全設施，最終計劃將多達7000名被拘留者轉移到伊拉克控制設施，以確保安全管控。1月28日，一名因為拍攝新疆拘留營而逃離中國嘅親民主活動人士關恒，獲得美國紐約移民法官批准庇護。法官認為，如果佢被遣返中國，將會面臨實質迫害風險。關恒現年38歲，2021年非法入境美國後申請庇護。之前佢居住喺紐約州，2025年8月曾經被美國移民同海關執法局拘留。去年12月，呢個案引起國際關注。包括美國喺內嘅20多個國家嘅議員呼籲國土安全部取消將關恒遣返烏干達嘅計劃，最終該計劃被撤銷。喺紐約納柏洛奇嘅聽證中，法官奧斯蘭德表示，關恒因為拍攝新疆拘留營而可能受到迫害，具有充分而合理嘅恐懼。關恒透過視訊向法庭表示，佢拍攝影片嘅初衷並唔係為咗庇護，而係出於對受迫害嘅維吾爾族嘅同情。根據紐約人權組織中國人權嘅資料，2020年關恒喺閱讀有關新疆拘留中心嘅報導之後，決定親自前往核實。2020年10月，佢單獨前往新疆，並喺2021年10月將影片大部分發布到網上。同月，佢由巴哈馬搭船抵達佛羅里達，最初由厄瓜多爾出逃中國。影片發布後，中國當局針對關恒家人展開調查同騷擾，被指係連坐懲罰。關恒話俾法官知，自從影片發布以來，中國警方曾經3次詢問佢父親嘅行蹤同活動。關恒嘅律師陳創創指出，關恒嘅案例係庇護制度存在嘅典型範例，美國有道德同法律責任提供庇護。陳律師亦表示，若將關恒遣返烏干達，將面臨危險，因為該國同中國有合作逮捕嘅記錄。法官裁定關恒符合法律庇護資格，並認定佢係可信證人，指出若遣返中國，佢面臨實際報復風險。雖然關恒未立即獲釋，國土安全部仍保留30天內上訴權，但法官敦促迅速決定，並指出關恒已經被拘留約5個月。人權組織同媒體人士對裁決表示歡迎。
無國界記者北美執行董事威默斯表示，關行嘅影片對揭露新疆維吾爾族遭受迫害極為重要，庇護裁決係新聞自由嘅罕見勝利。此外，美國政府歷屆包括川普同拜登政府都正式將中國對維吾爾族嘅行為定性為種族滅絕及危害人類罪。亞特蘭大理事會維吾爾裔人權律師阿薩特表示，美國捍衛咗關行嘅權利，亦體現咗美國嘅法治價值。1月28日，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對位於佐治亞州亞特蘭大附近嘅富爾頓郡選舉辦公室執行搜查令。FBI 亞特蘭大分局證實，呢個係一項經法院授權嘅執法行動，目前調查仍然進行中，暫時無法提供更多細節。涉事地點位於費爾本嘅富爾頓郡選舉中心及運作中心，係該郡管理選民登記同投票嘅重要機構。呢次行動同2020年總統大選嘅爭議密切相關。前總統川普長期主張喬治亞州選舉存在不當操作，影響咗佢喺該州嘅選舉結果。去年12月，司法部對富爾頓郡提起訴訟，要求提供2020年大選嘅所有投票記錄，包括已經使用同作廢嘅選票、選票存根、簽名信封以及對應嘅數碼檔案。郡政府則表示，呢啲記錄受封存限制，必須經過法院命令先可以提供。此外，郡檢察官威利斯曾經指控川普及其他18人涉嫌參與非法計劃，試圖推翻2020年選舉結果，但該案喺2025年11月被佐治亞法院駁回。司法部嘅訴訟則係基於州選舉委員會喺2025年7月通過嘅決議，要求司法部長協助確保選舉記錄透明、保存完整，符合聯邦法律規定。聯邦訴訟指出，富爾頓郡法院書記亞歷山大為被告，郡政府被指控未遵守美國投票協助法同國家選民登記法，未妥善保存涉及聯邦公職選舉嘅投票記錄。根據1960年民權法第301條規定，選舉官員必須保留選民登記及投票相關記錄至少22個月，以確保選舉透明同合法。司法部指出，郡政府未依正式函件要求提供記錄，已經構成違法行為，並請求聯邦地方法院下令予以交付。外界認為今次搜查行動標誌住聯邦對富爾頓郡選舉記錄合規情況嘅調查進一步升級，亦再次將川普所謂嘅選舉舞弊講法置於輿論焦點。川普曾經表示，涉及2020年選舉嘅人好快就會面對法律追究，雖然未具體說明對象，但顯示選舉調查仍然喺美國政治同司法體系中發酵。美國司法部同 FBI 都表示，調查仍然進行緊。任何進一步嘅信息都會根據法律程序同法院要求公開。截至發稿時，司法部亞歷山大辦公室尚未對媒體置評。今次行動唔單止涉及法律同選舉程序，亦受到公眾同媒體高度關注，將會持續影響美國選舉透明度同司法公信力。1月28日，美國總統川普分享一段新影片，顯示37歲男子普雷蒂喺明尼阿波利斯同聯邦探員發生激烈衝突。呢段片比佢喺另一場移民執法行動中被擊斃嘅事件早11日。川普喺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發布，普雷蒂家人確認影片中人就係佢本人。國土安全部表示，影片正喺審查中。川普此前表示，政府將全面調查普雷蒂死亡事件，涉及嘅2名聯邦探員已經被行政留職。邊境專員霍曼指出，執法行動主要針對有刑事記錄嘅非法移民，但任何非法入境者都可能被追查，以防止錯誤信號，鼓勵非法越境。影片顯示，普雷蒂接近一輛政府 SUV， 對車內探員大喊，朝車輛吐口水，用腳踢車，打碎尾燈。車輛停低之後，多名探員落車，將佢壓制喺地。衝突只係持續咗幾秒。普雷蒂隨後企起身，探員施放疑似煙霧或化學刺激物後離開。影片中似乎有手槍，但唔清楚探員係咪注意或處理。1月24日，普雷蒂喺另一場執法行動中被擊斃。當時佢被指持有9毫米半自動手槍，冇身份證件，並攜帶2個彈匣。探員試圖解除武裝，但佢激烈抵抗，最終遭射擊致死。家人表示，佢手上嘅物品係手機而唔係槍械。
警方同聯邦官員仍然調查緊所有影像、法醫資料同目擊證詞。影片曝光後，明尼阿波利斯 ICE 執法行動引發抗議聲溫。霍曼同川普要求州同地方官員完全配合聯邦移民執法。FBI 正調查據稱組織反 ICE 抗議嘅團體，強調和平示威合法，但暴力干擾唔可以接受。整起事件仍然喺持續調查中，政府承諾會公開結果。聯邦調查局局長帕特爾表示，FBI 正調查據稱組織反 ICE 抗議嘅團體。佢強調和平示威合法，但暴力行為唔可以接受，干擾執法行動將唔會被容忍。1月29日，美國邊境專員霍曼表示，同明尼蘇達州同地方官員達成嘅合作協議，有望令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 喺該州嘅部署人數減少。霍曼喺明尼阿波利斯嘅記者會上話，呢種常識性合作將會令到現場人員嘅數量能夠縮減。霍曼指出，州同地方官員同意配合 ICE 嘅拘留請求，尤其係來自地方監獄同看守所嘅通知，令 ICE 喺釋放涉嫌犯罪嘅非法移民時可以接手。根據霍曼嘅講法，淡樣嘅安排可以令 ICE 更專注於針對有刑事記錄嘅個案，而唔使維持大規模街頭部署。霍曼亦強調，調整部署並唔代表放棄執法任務，而係以更精準同策略性嘅方式進行。佢表示，目前嘅計劃包括正制定一項減少部署人員嘅方案，但前提係持續獲得地方合作。呢個係霍曼自川普政府派佢去明尼蘇達州以來首次公開發言。此前，聯邦移民執法行動喺當地引發強烈反彈，特別係喺2名美國公民喺執法行動中遭致命槍擊後，緊張局勢升高，促使白宮試圖緩和衝突、調整策略。此外，美國總統川普定於1月29日上午11時喺白宮主持內閣會議，討論包括移民、執法等多項政策議題。今日嘅更新就到呢度啦，我係 Laura。每逢星期1至星期5都會為大家帶嚟最新同真實嘅資訊，記得收睇每個星期日更新嘅健康資訊同埋我哋嘅旅遊節目 Trip Talk， 一齊探索世界嘅精彩。亦歡迎關注 Laura Tang Media， 第一時間掌握我哋為你精心準備嘅多元化節目內容。記得點擊小鈴鐺並關注我哋嘅頻道，第一時間獲取最新內容。